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为日本进口的草鱼，过去不时都互验出讲，这个农药超过标准来违规。不过食药署最近煞来宣布，要来开放着佛尼胺甲克凡派这两款的农药，也就是讲要来放宽着日本草鱼农药的残留量。国民党的立委痛骂卫福部的官员，根本就是草菅人命，就是随意来残害人命。卫福部是来回回讲，这个农药放宽的标准，拢有经过专家的评估。到底这个农药的残留量会当有偌济？60天后会来公告。庄田的草鱼，大人囡仔拢爱食，做成是甜的收收啊，更加是大加分。严格卫福部食药署最近就咧宣布，内底有福尼胺加克凡派这两款农药草鱼，台湾会用的进口，而且依个残留的许可量，和国民党立委骂讲，卫福部的官员根本是无将人命当作是一回事。克凡派、福尼胺都是致癌的食品，在台湾是禁用的。日本进口的草鱼。伫咧过去就互验出着农药超标来违规，互边境炸了界。去年正月到4月，就炸着5000多公斤，有34批这么多。2023年嘛炸着24批。台湾的标准是两种的农药拢袂用的检查出来，比较各国的标准，后面的福尼胺佮克凡派，每一个人逐工的顶限1公斤大概是0.025毫克。按照美国的标准，以成人75公斤的男性来讲，会用的食1.875毫克的福尼胺，1.125毫克的克凡派，45公斤的女性顶限是1.125毫克的福尼胺，佮有0.675毫克的克凡派。严格农民也是烦恼开放了后，权益会受到损害。万一说进来，那将来如果大家吃了有问题之后，然后呢，连国产的草莓，连我们苗栗的草莓，然后我们的消费者都不敢食用的时候，到时候又变成草莓滞销，那我们的农委会应该怎么样来这个做处理？然后再给我们再补助吗？严格食药署就强调，农药标准的放量有经过专家的评估，详细许可量会伫咧60天了后来公告。民众只是希望唔通将农民的权益放外挂，嘛牺牲国民的健康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